讲到这，美国是一直想要把半导体产业落伫因手头。根据外国媒体报道，美国商务部正在讨论扩大补贴换股权的政策，因想要透过晶片法案，用补助来交换对方的股权，这也包括咱台积电。这消息一日出来咧，今仔日收盘，台积电就落50块，收伫1135块。若带动台股咧是落728点，收伫23625点。 美国计划乘做世界 AI 中心，伫划出半导体关税了后，根据外媒的报道，美国商务部长罗德尼克当咧研究扩大补贴换股权的政策，计划要对晶片法案当中接受补助的公司，用半导体补助换对方的股权，其中就包含三星、美光甲台积电。美国要入主这样的一个说法，我想我刚听到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再确认这个讯息的。 大概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？那么真正的话会影响到什么程度？我想这个都需要专家的这个评估啦。另外，针对晶片税率，敢有可能升到300%？贵地辉是表示，因为竞争伫各国之间，针对高关税会帮助业者研究会当应用的方式。根据了解，美国商务部伫2024年年底决定对台积电提供66亿的美金补贴，伫美国生产半导体。不过，即马若是补助换股权，外界认为讲，川普对半导体产业的干涉行动又搁大入眼。 那当然，对于台积电，未来其实会牵扯到更多来自于美方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压力。那么，甚至对于台积电在技术的一个主导权，甚至企业的一个自主性，都会受到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影响。目前台积电对市场的传闻是无爱评论，不过台股受利空的冲击，台积电2早开盘一声就跌20块，盘中股价上价来到1140块，一时间是跌45块，大盘夜红有价。 盘中一时间是跌超过600点，跌到真强，跌落去24000点以下。尽管分析师表示，补助换股权并不是正常的商业模式，美国政府有可能介入企业的经营，咱的政府爱细致评估后续的影响。国际新闻采访报道。